祝大家平安。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听到，有听到。好 OK，来，咱先来祈祷，感谢天父，互阮仍然会当自己。虽然伫风台的风雨中间，阮也为着南部一寡有损伤的所在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来保守因，也互因伫即个过程的中间有主你会看顾。也为着阮礼拜日下晡即个看到的感恩的礼拜来献上祈祷，恳求主你赏赐阮拄好的天气，也阮伫即个典礼中间会当归荣光伫主你的圣名。阮恳求主你的圣神即时甲阮三个地底，互阮会当明白你所要启示阮的话。安尼祈祷，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今仔日要来看路加福音13章，只有35段尔定吼，但是我那有分几个段落啦吼，咱要做伙来看吼，基本上是四大段落吼，但是18节到30节会当分做两个无同款的角度来去看吼。好。咱要先来对第一节到第9节来看吼。路加福音这段呢是家己有的一个记载其他福音书并无有记载啦吼。这段咧讲到悔改比较较困难了解，就是咧讲到讲是安怎有人互人抬，还是讲因对迄个侪人死去这项代志，因伫遐咧思考咧论讲。到底这个人是毋是有问题啦？是毋是伊有罪无啦？安怎伊咧讲的是这个部分啦当然伫遮耶稣有无共款的教导当然伫这中间，咱嘛爱来去思考，就是无拄人发生什么代志，就甲伊有罪无有关系这是伫咱这个伫信仰的追求中间，咱所爱来学习。真有可能耶稣伫这12章的中间所讲到这个审判因真有认同，所以因就将这个代志讲出来想要来得到耶稣基督的认同安尼吼。所以经文甲咱讲迄时就咧讲到咧交代时间的问题啦咧交代时间的问题咱伫遮也看到讲伫即段是会通讲是有甲头前的即个记载有淡薄的关系有淡薄的关系，所以当迄时的时阵，有人将比列刀互家己人的血掺杂伫因的祭物的中间来甲耶稣讲当然即个是足大的问题时间的问题咱讲的就是伫头前耶稣所讲的话了后所共迄个时间，然后就有人来甲即个代志来甲耶稣讲咱知影犹太人对伫迄个血是足敏感的因甚至无食血，是因为摩西的律法伫遐个规定叫因袂当来食迄个血。但是呢，即个比列刀将家里人的血甲因的祭物的血即个代志揽杂做伙，对因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不敬，也是讲无尊重无尊重。敢若亲像讲，如果有人伫犹太人的面头前雕工准备猪肉互因食这种共款就犯着即个诫命这对因来讲是真严重啦所以伊就伫耶稣咧讲到即个代志的时阵，因就甲即项代志换来甲耶稣讲
当然，因是毋是要来求耶稣即个判断嘛，无拄拄是啦吼。真侪时阵，咱知影讲，因遮诶人通常拢是来甲耶稣来试探吼，拢来甲试探。所以伊讲，彼得倒将因诶话吼伫圣经咱讲即段是独路加家己诶记载啦吼。无有其他的经文，咱通好来对比。其他的所在，咱嘛无法度找着资料。不过，咱会知影讲，彼得倒伫即样代志顶悬真无清气，无尊重着犹太人的传统将即个血揽接伫因的献祭即个顶悬，特别是人的血啦吼。所以，即个人被提的即个人是加利利人吼，加利利人所以基本上即个。杀伊的人，若照安尼咱来看，就是咱知影是彼得倒啦吼。因为彼得倒甲处罚，然后将伊的血来剥拉散因的祭物吼。所以这对犹太人来讲是足严重啦吼。因这人是要搭即个咱讲先礼去到伫耶路撒冷要来献祭，要献互上帝，却拄着即款的问题吼，拄着即款的问题。所以等于因的准备就无法度来使用伫敬拜中间，所以这人是被提，是因为被判刑，所以彼得倒就安尼甲因的话放伫因的行李顶悬吼，就互别人提示，就变成做彼得倒爱去解决的代志吼。但是甲因的话放伫因的行李顶悬，这就是因所无法度接受的代志。这个人被提，真有可能就是因要去伫圣殿来敬拜上帝，结果因去用判刑，去用提。咱真无法度了解，因为无有背景的介绍，也是讲有资料留互咱吼。伫这个所在，耶稣就安尼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甲因对话啦吼。当然，咱知影讲，一般总是伫即个犹太人的对话的看法的中间，因拢感觉讲一个人，你若捌着花，也是讲伊无够焦长，拢是因为罪所引起的。到底即个人伊的罪伫倒位，因嘛毋知影。但是彼得倒却安尼甲因提示吼，因感觉讲这人一定是有罪，才会发生即个代志吼。所以。所谓的上帝的审判啦，吼，所谓上帝的审判，就是咱咧一般人讲报应啦，这样啦，吼。但是耶稣见解是毋是安尼吼？伊伫这段伊有无共款的记载。耶稣的解释就是讲，伊伫遐讲吼，这个罪甲伊的性命是无拄拄有关系，所以耶稣伊就举迄个西罗楼倒去有18人缀死这项代志来咧讲啦吼，所以这个毋是用比较出来啦吼，毋是用比较出来，到底要安怎来得到上帝的这个赦罪，也是讲这个人伊的死甲伊的罪到底有啥物关系？其实无一定是画上等号吼。真侪时阵，咱拢会安尼来讲啦吼。某某人安怎所以伊会得到啥物报应吼？咱通常人拢会用即种的角度在思考啦吼。无拄拄即个人一定比啥物人较有罪，所以伊会去互彼得倒杀死。这基本上是耶稣所要讲的一个角度吼。所以伊讲，你若做住伫迄个耶路撒冷的人，拢更较有罪嘛吼，这个人比遮耶路撒冷更较有罪嘛吼。耶稣伫第50个所在甲因讲，我甲恁讲，毋是安尼啦吼。你若无悔改吼，就拢得爱灭亡啦吼。所以毋是你是住伫耶路撒冷，你就较好，也是讲你是甚物款的人，法利赛人、犹太人，你就一定较好，无一定啦吼。耶稣讲，你着爱有悔改的心，你爱用性命去活出迄个见证，安尼你才有法度来赢过即个困难吼。若无，拢会得到灭亡啦吼。所以
耶稣就讲真明白啦吼，你若无悔改吼，就一定会灭亡。这是已经伫这段中间，耶稣真清楚伫讲的代志吼。你无有伫这个灾难的中间，伫人的死亡的中间，咱无需要去甲伊思考讲，这个人一定是有犯着什么罪啦。亲像有人咧讲这个人吼，伊安尼生了无好势吼，一定因的爸母有犯罪吼。像这个伫耶稣的角度来讲，这拢无成立的啦吼，这拢无成立的。所以耶稣就是伫这个所在第4节甲第5节，就咧提到这个西罗亚楼所倒去第48人的这个代志，并毋是罪死亡甲罪，毋是建立伫这个平等的角度中间啦吼。所以耶稣甲因讲，你毋好掠做讲你住伫耶路撒冷，就一定较好，较无罪你一定袂出代志。较重要是你爱性命，就爱有这个改变吼。搁较有罪会通了解做讲欠债的人啦吼。罪基本上是欠上帝的债，亲像保罗伊讲，我若无传福音，就是欠债吼，欠上帝的债吼。这就是一个罪啦吼。有亏欠也是做债搁较大迄个意思。所以耶稣真强调，人着爱有悔改。这个死甲人的罪是无关系，但是人若无悔改，伊决断无法度得到这个永远的活命的灭亡吼。这是真清楚一个教导甲思考啦吼。所以耶稣无爱咱时常去想讲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吼，一定某物人吼是做什么歹代志，所以得到报应吼。耶稣无爱咱安尼去想啦。等等爱倒转来想咱家己，咱要安怎来有一个悔改的生活啦吼。所以耶稣基督就继续进一步来去讲，无花果树来做譬喻啦吼。伊讲即丛无花果树伫葡萄园的中间咧成长，主人是应该爱来也是管园的人应该爱伫迄所在来修剪吼，来修剪。但是伊讲，一个人有一丛无花果树，栽伫迄个葡萄园的中间，伊来树的头前来找这个果子，却找袂到，伊就对园的人讲吼，这3冬来吼，拢伫遮找袂到这个无花果的果子吼，就甲斩掉啦。意思就讲，一个人的性命无有改变，无有成长，就要受剪除吼。耶稣有几若摆讲到即种的概念伫约翰福音咧讲到葡萄园的代志，中间嘛是安尼迄个孤枝打去的拢爱甲夹起来，爱献掉，爱互火烧爱互火烧这嘛是共款啦吼，嘛是咧讲到即个部分，咧讲到上帝的审判。但是即个管园的讲主今年小留地啦吼。等我周围若骨头吼，佮加肥吼，看会结果子无啦吼。若骨头佮加肥，对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信仰有甲咱较近亲吼。骨头就是松啦吼，咱的心爱松啦。加肥就是读经，捌上帝的道理，看伊的性命会进步无啦，所以就。这个处罚延后啦吼，处罚延后。耶稣咧讲到这个譬如讲，伫3冬内拢找无到伊有结果子吼，对伊来讲，这是上大的损失啦。特别是一个正直的人来讲，有修行甲无修行是足大的差别啦吼。若无结果子，就无爱互伊伫遐来空占土地，所以上帝的审判的报头。就要来甲伊撤掉。拄则咱有讲到迄个葡萄园的代志，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8节，就咧讲到这。当上帝伫咱的性命内底找袂到果子的时阵，咱就要受到伊的剪除吼，要甲吵起来吼，要甲吵起来就是甲收拾啦吼。这是对伫农作物顶悬所咧讲的一个角度吼，所以。
伫即个所在所咧讲的嘛是上帝的审判是咱人无法度逃闪的代志。耶稣基督伫遮甲头前一段咧讲嘛是共款，伊讲听人着爱赶紧悔改吼，爱人来家己悔改，毋通空占土地，无即个修成无结果啦吼。咱看到即个管园的人来求情，即个求情的原因当然是爱互人有机会嘛。伫创世纪的中间，咱也看到亚伯拉罕为着索多玛甲俄摩拉两个城来求情，上帝拢有应允，但是互因机会，伊嘛拢失去迄个机会吼。所以咱咧讲三毒甲应肥，这是一个灵修的生活啦吼。基督徒袂当无有灵修的生活，无咱就袂成长吼，咱就袂成长。这是大家这段咧讲的代志。讲若无亲，就会亲像安尼法利赛人安尼吼，去互洗礼约翰讲伊掠做因家己已经得着，事实上伊是无啦吼。保罗伫写互腓立比教会批信3章11节到12节，伊遐讲兄弟啊，我无掠做家己已经得着，但是只有一项事，就是袂记日背后努力面前来按着标杆来跑走，来得着上帝对耶稣基督内底所调我要来得的一个报赏吼。这就是保罗的一个态度。咱嘛共款吼，就是爱时常来商讨来应对，咱的心是软的。求主就会当来栽种安尼啦吼。所以若无安尼做的时阵，若无有成长，若无有结实的时阵，就要搁再拄着上帝的审判，就要搁甲伊的话撤掉，然后弹掉，亲像索多玛甲俄摩拉共款啦吼。第10节到17节咧讲到即个安息日的代志。耶稣伫安息日来医治一个稳固的妇人人，吼。伫遮针对安息日，耶稣有提到伊的看法。对伫安息日的诫命，其实咱有看真济吼，咱有讲过啊摆。咧强调10条诫迄个真实的意义，吼，真实的意义。礼拜日牧师的讲道会去讲到活出诫命啦，吼。诫命到底是要创啥物货？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死守的法条尔定，因无有法度去活出迄个诫命。守安息日，因嘛是安尼，守甲拢照迄个规定吼。但是到底有活出迄个性命无，这是值得怀疑的一个问题啦吼。所以耶稣基督搁一届带领咱倒来思考安息日的精神到底是啥物货，也是咱搁较扩大来讲诫命的精神是啥物货吼？咱毋通亲像去接受着犹太教，也是法利赛人祭司经学师的教导，有这个偏差呢啊吼。这咱也会当伫第6章第1节到第9节看到另外一个有关应该是两个啦吼，有关安息日的教导，就是耶稣伫安息日伊的学生伫遐来摘麦穗来食吼。耶稣讲，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搁接续搁一个吼，耶稣伫安息日来医治会使无吼？就是甲今仔日咱所看到这段经文第10节到17节所讲的，到底会使无吼？耶稣也讲哦，恁中间什么人的囝也是牛伫安息日跋甲咧伫迄个古井内底，什么人无即时甲伊救起来呢？因所伫遐咧讲安息日恁拢袂当做代志吼。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讨论安息日，其他讲到安息日的时间以外，嘛无有讲到其他的吼。若讲到会堂啦吼，所以咱大概知影讲，即段大概要论的物件到底是啥物货啦吼。伫即个内底，即个患病的妇人人吼，伊是安尼。患病18冬吼，照圣经的记载讲，伊是去贵妇身吼，叫贵妇身，伊就稳固安尼徛袂起来安尼吼。伫这个所在，咱也看到讲，耶稣看到伊伫迄个会堂的内底吼，伫迄个会堂的内底看到伊就叫伊过来，
来甲伊医治，所以伫遐惊神热啦吼。这弯腰挑骨吼，即个一种病啊，我本地要找迄个一个奥地利一个集中营叫做 Mauthausen 吼，伊内底有一个骨头的图片啊吼，因为我足久进前去，我找袂着我的迄个相片吼，互恁大家看吼。死倒了对迄个破病有即种先天性的即种破病的人吼，伊拢叫医学家单仔甲直接甲开示，佮甲解剖啦吼。讲我要来了解吼，上帝哪会有即种失败的创造安尼啦吼。其实一个人的病，毋是要互咱去看着讲上帝的创造有问题无，也是讲看到即个人安尼讲一定伊有罪啦吼，无着安怎安尼啦吼。上帝要爱互咱伫人的软弱的中间去看到伊的恩典，耶稣基督基本上就是安尼吼。所以伫即个稳固的即个妇人人，拄着当初时医学的科技无发达的时阵，因无法度知影原因，嘛无法度得到医好，所以即种拢归伫迄个邪神的附身吼。伫咱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到11节讲有一个妇人人去互鬼附身破病18冬吼，因为因无了解迄个病到底是安怎吼。但是现代的医学对伫无了解的病就叫做症候群啦吼，叫症候群吼。共款吼，咱对这症候群的物件无了解的时阵，医生敢若会当讲无试看食这个药看卖无试这个方式安尼吼，嘛只有会当用试的。但是呢，耶稣直接就叫伊过来，耶稣主动叫妇人人过来。妇人人到底有捌耶稣无？咱毋知影，嘛无要来讨论啦吼。较重要就是讲，耶稣主动叫伊过来，然后甲伊医治好势医治好势安尼吼。当然这个情形嘛真少啦吼。一般来讲，耶稣拢有甲人有接触。但是对彼得的下场耶稣敢若用嘴讲尔定吼，嘛是共款吼。而且耶稣嘛叫伊过来吼，而且甲伊讲，妇人人你的病好也是讲你的罪得到赦免，也是讲你要脱离这个病拢好。耶稣就是用话来去讲，叫伊过来，主动施落的恩典，然后叫伊过来，就随甲伊讲你要得到医好吼。所以这是宣告，耶稣用宣告，而且伊无用换手，所以咱知影讲换手只不过是一种的媒介伊毋是一个权柄的来源吼。咱爱记这样代志吼。所以咱知影讲特别一寡迄个爱追求灵恩爱主持灵恩的祈祷的牧师，就爱共换手，换手就爱叫你倒去吼。这拢是有错误了解耶稣基督的意志啦吼。耶稣基督有几若摆其实拢无出手，也无去蒙着人啦吼。所以咱知影讲伊出嘴讲话就有权柄，亲像上帝的创造伫创世纪共款吼。所以耶稣伫遮来宣告，伊无用肢体的接触吼，伊直接宣告讲妇人人你要脱离你的病吼，要脱离所以这个宣告，互咱了解吼，耶稣的医治方式甲过去无共款，但是基本上甲你的神救你吼，你的罪得到赦免，甲举你的这个面床起来行，其实意思拢共款，就是要爱互人来得到医好吼。所以咱看讲，耶稣是主动的医治，神的主权在伫主。第二，医治有当时嘛无需要透过人的信心，只要有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慈悲甲怜悯，得到恩典医治了后，信心就会通被建立出来。民数记20章咱前面有讲到摩西受交代命令，这个石盘来出水，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是足特别的啦吼。但是当耶稣看到伊甲伊讲话了后，伊就用2只手来换伊吼，
伊先宣告，然后用两只手来还伊，伊就即时好起来，药就得去啊，来归荣光互上帝。迄个宽病是对伫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得到恩典的人爱归荣光互上帝。这是对一个受医治的人来讲，伊真正足直接来回应上帝的恩典。伊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再甲咱讲，伊是一个真有信仰的人，所以归荣光互上帝，对基督徒来讲，这是非常重要。咱随时都爱来会晓献上感谢，再讲。中文的圣经讲，况且这个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捆绑了18年，这是耶稣在讲的，伊这个人安尼去互捆绑18天，敢毋免来互伊得到医治吗？所以这是上帝的怜悯甲恩典，得到医治的负责人是马上献上感谢。归荣光互上帝，过来，咱也看到这个管会堂的人，伊的疑问啦，伊的疑问，伊就真这个对耶稣伫安息日伫伊的会堂内底医治人，伊就感觉足受气安尼讲这个哪会使6日就会当做工，是安那6日无爱啦，佮一定要伫安息日袂使啦，这就是咱咧讲。同一项代志有无共款的角度啦，无共款的角度，但是咱要安怎用上帝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重要。那咱知影管会堂的人伫过去来讲，伫耶稣的时代来讲，是非常有宽病的人，伊的地位也真悬，但是呢，伊伫这个所在，伊就无有怜悯慈悲的心啦，甚至讲6日都拢会当医治啊。是安那安息日袂这个袂使安尼来好好守安息日，一定要做这个代志安尼啦意思就是讲无急啦，即那一定要即啊，明仔载过礼拜了后才过来嘛会使啦。6日的中间拢会当做，是安那非今仔日不可啦有当时就是有真侪人有即种的心态啦就反正别人无甲我无关你即摆莫做就好安尼所以基本上这个管会堂的人，大概是即种的角度。耶稣对这的人来讲，对这的经学士来讲，对这法利赛人，也是祭司，也是咱这个管会堂的，讲伊拢是假好的人。6日拢会使，你6日来就好啊！你落安息日莫来，其实伊的重点是安息日你莫来，毋是6日拢会使这个重点是无共款的所以耶稣伫遮来清足直接的来指责伊是一个假好的人，伊只有注重外表，无看重律法的精神啦所以。亲像耶稣基督所讲的，法利赛人伫安息日嘛会牵牛，也是互因的牛去啉水，因的囡仔若跋落水古井内底，伊嘛会动手去甲救起来。敢讲安息日都拢莫做吗？这是耶稣咧讲的重点啦假好的人就是讲因家己讲一套做一套啦有真侪犹太的这个律比因家己嘛承认这因的所有的诫命律法中间，因无摘掉，全部拢守啦记嘛无一定拢记会掉安尼咱来看安息日的精神的记载啦出来记20章第8节到第10节，讲恁都爱纪念安息日，守做圣日，6日爱着麻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7日就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守安息日。这一日，你甲你的囝、儿女、女婢、精生。并且你城内底架骹的人客，无论什么工拢袂通做，因为6日内面耶和华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第7日就安息。耶和华赏赐互安息日，所以真清楚，安息日是要纪念上帝创造的恩典，这是伫出埃及记20
章所讲的。伊讲，咱着爱放了一切伫礼拜中间应该爱无应该做的代志啦，吼，爱来敬拜上帝。好，即摆来啊，是安尼啊。互人食饱是毋是敬拜上帝？若对伫咱的界面的了解，当然嘛是啊。所以伫遮讲，你甲你的儿女啦、你的女婢啊、精生啊、出外的人，拢平平爱得到安息，啊，着爱有人甲服侍啊，吼。咱去看着《申命记》的记载，第5章13节到15节，伊讲6日着爱着磨做你一切的工，但是第7日属伫耶和华你的上帝的安息日。即一日你甲你的儿女、女婢、牛、驴，甲一切精生，甲你城内行骹的人，袂通做任何的工，通好互你的奴仆、女婢，通好甲你共款享受安息。你还会记得你伫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用大气力的手，甲伸出来的手脚，甲你对遐带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上帝吩咐你，着爱守这安息日。所以咱看见讲，伊伫遮咧讲，以色列人会当得到出埃及的安息，是因为上帝做工。吼，这足清楚的哦。所以因为着安尼，咱着爱纪念安息日。若安尼的时阵，安息日毋是啥物工拢袂通做，是啥物为着家己的工拢莫做，但是咱爱服侍上帝，爱服侍人啦吼。所以安息日毋是咧追求满足家己的需要，无去敬拜上帝，这是毋对的。安息日颠倒是爱去敬拜上帝，满足人的需要。这是无共款的思维啦，吼，伫即个部分吼，所以16节甲17节伫即个所在，耶稣伫遮地请讲，伊特别讲着讲，何况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意思是讲啥物货呢？意思讲遮的管会堂的人也好啦，法利赛人啦、经学士，因吼拜托别人，拜托甲吼即个。破病的人吼，伊毋插伊，佮甲当做甲伊无共类的人吼，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来提醒，何况即个妇人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恁敢毋免帮忙伊吗？是恁的人呢，吼，恁敢毋免伫安息日来救伊吗？这是耶稣伫遮所讲的即个角度啦，吼。当然，耶稣无有真清楚咧讲，但是伊认为管会堂迄种心是足自私的啦吼。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敢无比精生较贵重吗？咱安尼来对比的时阵，咱就知影吼。耶稣咧指责的代志吼。耶稣咱伫迄个路加福音12章吼，有看到讲伊讲毋通来烦恼毋通来忧虑咱着爱了解共款爱了解耶稣基督的譬喻啦吼。所以耶稣基督用头前的对比来提到着安息日的意义是重要的，所以伊继续来问这个管会堂的讲，减无伫安息日偷伊的割吗？吼，这是头前咱所看到的吼，伫遮16节讲，你毋免甲偷开吗？伊的偷开就是伊的破病困乏的即个代志啦吼。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用的字句非常强烈啦吼。虽然伊用问的，但是却表达出必须要吼，必须要，你敢毋免吗？吼，迄个意思其实毋是真正咧问伊，是咧质疑伊，你无安尼做敢对啦吼。所以答案是啦吼，你应该安尼做啦吼。伊讲耶稣特别伫即个所在也讲着即个对德的概念啦吼。伊讲伊的对德拢见效，即个对德到底咧讲啥物人？其实伫咧形容讲管会堂的人啊，遮个犹太教的人吼，意思讲耶稣互因讲甲吼无话通好应啦。因毋知要哪应吼，感觉真见笑吼，无法度来应答安尼啦吼。所以众人拢欢喜，17节讲的，众人因他所行的一切荣耀的事都欢喜的
啥物人行诶代志？当然，这是咧讲着耶稣基督诶新约医治啦吼，为着伊所做诶来献上感谢归荣光互上帝。当然，咱嘛看到耶稣医好迄个18年来拢弯腰吼，弯腰吼啊，稳固啊，这个妇人人吼。第二，咱就看到讲耶稣基督咧讲解安息日的精神，这对这犹太人来讲，这是真少有因的人敢安尼讲，也是讲会摕到的吼。好，咱们对18节看到13节，伫遮咧讲到上帝国的代志吼，上帝国的代志。那对18节开始咧讲上帝国伫分做两段，18节到21节咧讲到两个简单的譬如，讲到上帝国啦吼。22节到30节讲到上帝国内底的人吼。要来看上帝国亲像啥物货啦吼？用上帝国亲像挂菜子，咱知挂菜子，是足细粒的吼。但是伊会当生啊真大丛吼，真大丛。会当大甲咱像迄树啊呢，互鸟啊来歇伫迄个顶悬啦吼。第二个角度，伊用架吼，用架来做譬如啦吼。伊讲上帝国亲像迄个面架安尼吼，会当一弯啊一点点啊，就会当产生迄个改变吼，伫迄个改变。上帝国亲像啥？伊讲我要用啥物来比拼吼？耶稣嘛伫遐咧思考吼，要思考安怎讲，互遮会追求的人会通更较清楚、真简单来了解吼。伫遮耶稣就提醒啦吼，就是要爱互因听有，互因明白啦吼。路加福音并无交代讲挂菜子的大小，但是马太福音13章32节有讲到挂菜子是伫所有的种子的中间上细粒的，但是伊却会当真大丛，若亲像树啊安尼共款。所以咧讲到，若有信心，若有要追求上帝国，就亲像一个挂菜子遮细粒。但是伊会当发展真大，得到真大的祝福。不但安尼，佫会当诚做祝福人的人，或者鸟仔通歇伫个顶面的。佫来用迄个架，咱嘛知影架，咱有讲过啊摆吼。架无论是天然的，是化学的，伊总是一点点仔囝，就会当影响全部吼，会当影响全部。这是咧讲到人的需要来做一个好的影响。一个快乐的来源啦吼，所以耶稣第21节讲，好比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直到全团都发起来吼。所以伊有一个改变的过程吼，一个改变的过程，然后就会当规个面丸拢总来发芽安尼吼。这嘛是耶稣伫咧批评管会堂的人，这话了后，伊伫遐讲，你若毋是对心底改变家己，互主来改变，诚做主所欢喜的人，就是迄个假好的人吼，你就是歹的影响啦吼。所以伫这段经文咧论到天国的时阵，咱到底诚做基督徒，咱到底要安怎看吼？真侪人咧讲我死了后才来天堂啦吼，但是天堂有无共款的赞助的意涵伫咧吼。用主导文的角度来讲，当你的旨意伫正伫地呢，亲像伫天呢，现准时咱若照着诫命来行，咱就活伫上帝国啊！吼，这是迄个意思吼。但咱必须要有信心。信心是啥？对雅各书来讲，信心是一个生命的展现，都爱活出来，互人看会到。感受会到咱的改变，吼，所以这对耶稣咧讲到挂菜籽，这嘛是共款啊。一个籽咱根本看无，但是放喺土内底，伊若真正有这个籽，伊就会大丛遮尔大，会当互人看会到。不但互人看会到，佫会当影响真侪人，互鸟仔伫顶头来歇困。第22节，咱看到耶稣就继续离开。来要往耶路撒冷来行，伫所经过的乡舍，伫迄个所在来教示人，吼。所以伊要往耶路撒冷的方向来行，也差不多伊咧进行后一站的即个路程啦，吼。
所以耶稣基督咧甲咱讲，伊个性毋是咧作急的啦吼，伊佫停落来甲人医治啦吼，佫来甲人讲话啦吼，安尼吼所以咱知影讲伊毋是介急啦吼，毋是介急。路加福音通常咧描述耶稣基督教世人的即个前言中间，拢是因为有人来问伊问题，然后耶稣基督伊就趁机会来教导人，吼。但是伫即个所在却真特别，真特别。耶稣伫即个所在主动来问啦，吼，主动来问来对话，来去讲即项代志，吼，来去讲即项代志，吼。伊就伫遐咧讲着天国亲像什么货啦，吼。挂彩子咱大概了解，伊足细粒，比迄个馍啊、芝麻的迄个佫较细吼，足细粒，却会当生足大丛啦吼。到底天国也是属于天国的问题，伫当初时来讲，因拢真注重，因定定会问啦，定定会问。咱伫迄个福音书中间，咱有看过几哪个，拢来问耶稣讲，要安怎才会当入迄个上帝的国度啦吼。所以对因当初时来讲，即个问题是算真普遍的，真侪人拢咧讲论啦吼。到底什么是天国？什么是上帝国？到底是什么时阵啊？当然足侪人咧感觉讲，安尼咱得爱赶紧吼，互人安尼有甲咱应允，安尼咱才会伫天国内底有门票啊，有锁匙啊，等等吼。但是耶稣的看是无共款的呢吼，耶稣的看是无共款的吼。咱事实上，即个人的问题已经有家己的看法啦吼，伊毋是真正要问耶稣啦吼。所以伊问讲主啊，得救的人是少吗？伊拢知影迄个得救的代志少吗？当然啦，是因为伊无去行即条永生的道路嘛吼，所以伊就原来无迄个机会啦吼。24节到25节咧讲着爱入迄个下门啦吼，耶稣无有明白来回答即个人所提出的问题，伊就咧甲伊讲着天国。要入天国，亲像咧过即个下门共款啦吼。所以耶稣直接讲，你着爱尽力来入下门，吼。耶稣伫个教导中间时常提醒军队伊的人吼，就是讲着爱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这是头一届。第二个嘛3层像啦吼。所以伫即个概念的中间，耶稣真清楚地咧表达吼。要安怎来成做一个会当入伫下门的中间吼？这个这是真重要吼。基督徒要来入下门，是爱来对上帝的路来行。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12章58节、罗马书12章18节的经文，拢甲咱讲，无论做啥物事，都拢爱安那尽心尽力去做。尽心尽力去做，其他的所在其实嘛拢有记载啦吼。咱来尽心尽力去做，无论做啥物货，拢是爱对上帝做，亲像甲主做的，毋是甲人做。这是哥罗西书第3章23节。这个提醒更较明白，更较清楚啦吼。耶稣的目的是要爱人注意毋是讲家己有努力无啦吼，毋通。开伫时间伫迄个所在，伫安尼看东看西，是讲只有看别人，注意别人，无咧注意看家己甲上帝的关系。上帝国度的门是一个下门，是一个下门，所以咱爱真努力想办法来讲啦吼。咱2礼拜前有用即个好起来人要进入天国，比路德穿过即个尖片更较困难的譬如啦吼，咱有看过即个图啦吼，咱知影讲这是真正无可能的代志嘛吼，实际上嘛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啊吼，但是呢，伫即个所在，咱才安尼来讲，讲你要入去伫上帝的所在，上帝的所在伫迄个时阵叫做耶路撒冷，你要入去耶路撒冷，就爱对即个下门入去，你就爱放落一切。你得爱愿意入去，你得爱甲人话开，才会当入去，才会当入去安尼吼。你爱写落
录得心上所有的物件，你才有才调安尼来带伊入去，嘛是共款的这个意思啊，这嘛是另外一个城市的一个厦门，好。咱咧讲，迄个真空是圣殿当初时上世的一个厦门，若无愿意放落自我，无愿意放落这个骄傲，要进入天国，比迄个骆驼来穿过渐较困难啦，俗语话讲，比登天还难，比登天还难。事实上真正是困难，咱若无去加落来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所以耶稣一只嘛讲着，真侪人要入这个厦门，却无法度入去，所以当这个门关起了后，才伫外口咧拍门。这互咱想到迄个十个童女的故事嘛，对吧？十个童女的故事就非常类似啦，虽然因伫迄个所在已经自执啊，但是有5个无准备好的童女，因就伫外面去外面打游，才搁倒转来伫外口拍门，就已经拢袂赴啊。所以即位譬如做耶稣基督的这个新郎，对迄5位无准备好的童女所讲的话，就讲趁应该真力的时阵，就爱真力啦，趁着这个时，就爱无你就会失去迄个机会。这约翰福音12章35节到36节所写的，所以咱爱努力来入去伫上帝的门内底，对厦门入去，然后坐伫上帝的道顶悬啦，耶稣基督伫遐讲，属天的人要对4位来，4位因就对逐所在来甲上帝同坐道。代表迄个对象是无有限制，讲一定要犹太人啦，一定要祭司啦，一定拢无对4面来，包括叫做啥？叫做四面八方来的人，伊无分什么款的人，只要愿意来，拢会使。所以伊讲天国是努力的人来，是尽力的人的啦，所以无论做前还是做后，一定要努力，才会当进入伫上帝的国度，甲上帝同坐道。这嘛是真清楚的一个概念，甲教导伫这所在。好，上落尾31节到35节的经文咧讲到这个耶稣为着耶路撒冷来祈求的代志。耶路撒冷伫耶稣的旅行的中间是足重要，伊要伫迄个所在来改变着犹太人的信仰甲性命所以咱咧看见讲，法利赛人有人来警告耶稣讲，你袂使去耶路撒冷啦，你袂使去耶路撒冷。咱就感觉足奇怪，通常法利赛人拢是要害耶稣的真正是安怎有迄个法利赛人会叫耶稣莫去耶路撒冷啊？因为有人要甲你创空，要甲你掠起来，要甲你安怎呢啦？这咱伫迄个电影耶稣这出电影内底有看见伊有几个比较较徛伫耶稣这边是讲我得药啦这几个人真有可能是尼哥底母啦甲迄个半暝去找耶稣的少年的官啦因遮捌追求过的人，伊基本上真欣赏这个耶稣，所以因就会来甲伊算讲较对耶稣较好啦所以伊知影迄个内线消息，伊就甲耶稣讲：你毋好去啦你毋好去安尼但是咱知影耶稣基本上伊毋是顺家己的意思，伊是顺上帝的意思啦所以咱也会当来看讲，遮的所在看到这个法利赛人呢，伊真质疑耶稣，所以就甲伊讲你毋好去安尼遮伫这所在，咱会看到真清楚的一个代志啦伊讲离开这个所在，因为希律要杀你耶稣甲伊讲，你去甲迄只狐狸讲啦今仔日我要赶鬼伊边第3日我的代志就成全啦这个狐狸到底咧比指什么人这个狐狸是咧讲希律王啦
当然这是一种较负面的讲法啦吼。犹太人用狐狸来形容一个人，表示迄个人是无重要、无价值，还是讲无值得尊重的人安尼啦吼。耶稣伫这个所在嘛，用狐狸来比喻做希律王吼。讲伊是一个无诚实的，是一个毋是一个伟大的人，伊无有威严，嘛无有上帝的荣光伫伊的面头前。这是狐狸用安尼来形容来一个信仰无够这个实践的人啦吼。所以咱知影希律是为叫耶稣所看轻的一个人啦吼。耶稣对别人基本上拢介有礼貌吼，除了伊甲迄个妇人人讲这个落落来物件是要互狗食的吼，这个狗是犹太人用来咧轻视咧骂外邦人的一种讲法啦吼。当然伫这个所在，佫牵涉到讲当初时的政治气氛是安怎伊会用这种的代名词在讲。这是有原因亲像启示录，伊也用这个淫妇迄个淫妇来形容罗马的政权共款。咱也看到这个巴比伦，伊嘛是用无共款的形容词咧指因当初时伫巴比伦所看到这个统治者因用无共款的角度，用无共款的代名词。是要避免迄种伫政治上的迫害啦吼，特别是咱知影伫这个极权的政府的中间吼。但是耶稣伊执意爱往耶路撒冷去啦吼，伊讲无应该有先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来受害啦吼。耶稣的意思是有几个角度来讲，就是讲第一个讲，伊一定会死。所以讲无应该有先知受害伫耶路撒冷的外面，所以伊知影伊一定会死。伊有去耶路撒冷，无去耶路撒冷，拢会死。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伊一定爱去耶路撒冷，是上帝的旨意啦吼。所以先知要死伫耶路撒冷的内面，这是一定爱吼。伊袂去逃闪，袂去逃闪，伊会去面对伊所爱面对的困难安尼吼。所以路加福音记载真清楚，耶路撒冷是上帝的圣殿，先知甲王嘛伫这所在。但是呢，却是刣先知的所在。这是真可惜啊！这是真可惜。上帝的殿却成做刣先知的所在。伊讲无有先知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的所在来受害，迄是第三个意思啦。意思讲耶路撒冷真悲哀啦，毋是上帝的圣城啦，竟然是刣先知的一个所在。所以耶稣去耶路撒冷的目的，第四个角度就是伊要伫遐来受膏抹，完成上帝拯救的计划。伊无应该伫耶路撒冷以外。所以先知甲耶路撒冷讲起来是真悲哀啦吼。咧往下卷21章16节讲，安尼以外玛拿西阁留济无辜的人的血，耶路撒冷对即边到迄边拢满着血，佫去互犹大人来犯罪，去行耶和华看做歹的即个代志，以外啦吼。历代志下24章21节咧讲着众人着爱。众人伫遐要来刣撒加利亚，所以照着王的命令，伫耶和华的殿内底用石头甲伊拍死。这是真清楚记载，众人来伫圣殿的院内底拍死先知的代志。耶利米书26章21节到21节讲，捌有一个人，就是基列亚林人示玛的囝乌利亚。伊奉耶和华的名讲预言啦吼，攻击这个城甲这个地，伊的预言要来耶利米迄个所在讲的共款。约雅敬王甲伊所有的勇士以及犹大王领袖听了
乌里亚的话，王就想要来杀伊啦吼。所以咱会当知影讲，伫即个当初时来讲吼，因拢用家己的意识来杀上帝的仆人啊，咱知影先知吼。所以就受咒诅会成做爬远的所在，因为耶路撒冷拒绝，伊就失去上帝的保守吼。咱知影耶路撒冷捌会无伫主后60几冬的中间70冬，伫迄个所在受到攻击安尼吼。耶利米22章第5节，若准恁无听这话，我指着我家己来咒诅，这个宫殿要变成做行，这是耶和华的宣告啦吼。上帝殿无搁再成做是圣殿中间真重要的圣殿，成做真大的悲哀吼，成做真大的悲哀。这是这段13章的全部啦吼，13章的全部。伫遮就看见讲，耶稣伊受到上帝的呼召，伊决意要来行这条路，然后伫第3日伊会当搁活吼。这是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内容。好，毋知有问题要问无？这是路加福音13章吼，搁过咱就剩11章安尼吼，就剩11章，拢总24章啦吼。搁有无？有无？好，无咱做伙来祈祷，来结束今仔日的这个查经。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保守阮伫这个大风雨中间，会当透过网络来自习。感谢你，互阮对你的话语来得到帮助，也阮真清楚知，阮着爱努力来入这个下门，才会当进入伫你的天国。也阮会看见主你受上帝的呼召，虽然知头前有困难，你也愿意来顺服来行头前的这条路。恳求主你互阮的同工受到你的呼召，要来受选做长老或者是新的执事的人，拢有甲耶稣基督同款的心志。伊决断要行这条服侍顺服的路。阮伫遮也特别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身体欠安的来祈祷，恳求主你继续来保守孝敬的后生总营今仔日出院你继续来医治伊，保守伊。也为着依婷姐伊感冒胃在痛这个最近真侪人伫流行感冒中间来受到影响，也恳求主你施落你的恩典甲医治。也为着素经者皮肤过敏搁去抹着无好势的物件规个手拢真无爽快，也恳求主你来保守来医治伊。搁一摆将礼拜日下晡阮所要举行这个破土的这个感恩的礼拜来恭敬包列伫你的面头前。阮为着天气祈祷，为着所要来的贵宾来祈祷，也互因看见三峡教会伫这个三峡地区真重要的历史的地位伫这个所在，阮也要有好的见证来甲遮的民意代表、区长来三角分享，也恳求主你家己来施恩赐福阮教会要行头前的路。也感谢你今仔日垂见你查某囝妙玲姐因这公司的恁兄弟会通甲杰里克这个义工来遮替阮搬物件
去到伫屏东，也恳求主你大大来赐福因所做诶，主你来纪念。为着今仔日诶组织，搁一摆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阿免。好，多谢牧师，嘿，平安，平安平安。晚安。嗯。